前台积电资深副总罗伟仁走去美国 Intel 吃头路，有风声讲退休进前甲先进制定技术的营业秘密拢早走啊！中国的全国运动会正在进行，有议员也讲有台湾的选手和教练去参赛，教练是解说讲这是非官方的邀请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9日下午新闻，我是嘉豪。这美国国防部17公告讲，这雷神公司摕到要到美金7亿的先进地对空防空飞弹系统合约，这经费呢，就是对2026年对台军售资金来的。专家也伫咧要讲，这应该是去年台湾宣布采购这批案，也讲这个系统呢，捌伫咧乌克兰战争试过，甲900粒的罗西亚飞弹和无人机击落来，准确率有9成以上。经过好战斗机升空，国军小联勇操演为18暗时开始，伫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起降，现场透露山风嘛正做考验。目镜抓攻击直升机嘛出动，为夜间驱离敌军，到日下主力反击，考验官兵的战术执行甲应变能力。为了发挥无兵帮作战的优势，陆军甲美国采购的 RTS-600M 攻击型无人机嘛小连续交会。国防部长郭立雄18亲身去视察的时阵讲，为乌克兰的实战经验来看，伫战场人力甲资源也输人，更较应该爱大规模创新运用无人载具。伫美国国务院13批准对台军售案了后，美国国防部阁宣布雷神公司摕到要7亿美金的合约，负责采购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 NASAMS 设备，经费就是为2026年对台军售的资金来的。它生产的NASAMS飞弹其实是一个执行案，因为这个军售案是在去年10月26号就已经宣布了。依照北约派驻在乌克兰的技术军官指出，那么在交付给乌克兰的NASAMS系统，总共击落了900枚来自于俄罗斯的巡弋飞弹跟无人机，那命中率高达90%以上。专家表示，未来面对中国空的威胁，NASAMS 会当甲台湾目前有的天宫3型、爱国者2-3型，也阁有强强飞弹，形成无共关度的配置。按算交会日期会伫2031年。面对中国可能拍台湾，美国国会年度的报告指出，台湾已经的时间等咧减少。Soft blockade, a lawfare type move could be done essentially with no warning. They could declare missile closure areas, exercise closure areas, about an attack and warning time. Chinese activities look not so much like exercising as it does rehearsal. 不过报告嘛指出，虽然目前无现象显示中国当地的计划随要拍台湾，不过要是经过美国甲盟友，袂当阁假设台海危机的可能性无悬，或者是认为讲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第15届全国运动会正在进行，高雄就机关也讲，有台湾的这练啊出兵选手和教练去到中国参加比赛，也因为这个比赛必须要有中国身份才会当参加，引起众人的讨论。这个教练是该说讲呢，是去参加非官方的邀请赛，那针对引起参赛这部分呢，高雄市体育局也要来追查，看敢是有违法。这里面有我们高雄的选手钟某、吴某、何某。3位。议员提相片出来，即阵高雄市府讲有高雄的处练曲棍球选手甲教练去中国穿因的球衫，代表中国的城市参加全国比赛。议员认为内面有现役的选手摕高雄的运动奖金，所以去中国做人的代表队比赛，安尼哪会对？要求文化局要查个清楚。我们都希望，我们就是代表中华民国，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选手两边都站着。那哪一天如果有些选手真的站上了国际的舞台，他去比奥运的时候，他到底要代表谁？针对议员的指控，有当事教练出来说明，讲议员可能有误会，因为相片内底参加中国官方比赛的，拢是已经退役的选手甲教练，现役选手参加的是一般俱乐部办的交流比赛，这部分无违反中央的规定。另外，高雄体育会也讲，确实有退役的教练换去中国教，因尊重个人的选择。这3个都是早大家8年、10年前去大陆工作的一些选手或教练放在一起谈，说是同一个比赛，那就有点。事实是有点违反的。你的场地就这么多，你要很多的教练去从事这个教学，
事实上就有它的困难。全面清查所有选手与教练的身份资格，如果违反中央规范，将依法撤销资格、停权、追回奖金。体育会认为，台湾的处练溜冰技术好，不过市场小，所以具体级选手甲教练选择去中国带队。高雄文化局是强调，台湾选手代表台湾，这是基本价值，市府会严查严办，只要违反规定，就会追究责任。记者柯家珠、邱超勇、高雄场报道。今年9月底，中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公司一名姓叶的查某妇女，去向指控讲伊含诈骗集团勾结，甲公司3亿1千万的代票汇到境外口座，而且这个钱内容已经互领了咯，检方已经当咧侦办。也那这个查某妇女讲，家己也是受害者，是去互诈骗集团骗去。开基金控表示讲，这是员工个人的犯罪行为，已经提起刑事告诉，亦未去影响到客户的权益。我们提供完整训练，持续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卖翕宣传影片就都被干部，有超过70万股东的开基金控，孙公司中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公司，主要是咧替客户做资产的管理和股权的投资。今麦标出弊端，有高阶主管洪指控和诈骗集团斗空，共走公司几亿的资金。海基金在11月3号跟本局来通报这个重大偶发事件，内控是有些失灵的吗？这个我们还要再去做相关的理清啊，这个就是我刚说的，我们还在一起行政程序处理中。面对倒转的风波，银行局证实已经接到开基金的通报，发生重大误发事件，已经启动行政调查，要厘清开基金敢有疏失。专案是发生在9月底，一个姓叶的查某妇女涉嫌无经过授权登入公司网络银行的账户，甲1000万美金差不多3.1亿台票汇去境外，已经拢互领去，检方18个人拘提到案，用法医生阿准啊。开基金发当信说明讲，一个员工涉嫌和诈骗集团斗空，事实单一员工的犯罪行为已经对伊提告，各项营运维持正常。不过涉案的妇女法院案讲，伊家己嘛是受害者，去信着对方假检警的话术，才会照伊的指示来操作。是利用客户对你的信任吗？金融业互家己人创空，毋是第一摆啊！但是银行有理专就捌偷领客户上亿的资金，已经互判刑。汇丰银行天母分行同款有理专，甲客户的资金超过1.4亿摕来用。即摆开基金旗下的公司钱互偷领，有学者讲风控内控都有漏高的所在。你想想，他最后要放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就出去啊，所以这就是他找到天时地利人和，而且这里面一定有瑕疵，说不定有共犯。内部控管没有问题吗？绝对问题很大。虽然开基金强调讲客户的权益无受到影响，但是公司大条资产流失，同款是引发质疑。学者嘛点出讲，必须要定检视内部的内控、法准和系统三边的运作拢要落实，才能有效防范这种状况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家庭暴力则发生，这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受到关注。今日调查立委拢提案，敢会当透过这科技设备监控这加害者来降低再犯罪几率的。卫福部目前也搁伫咧收集各界意见。部长赵忠良就讲，按算伫咧半年内呢，会提出到行政院版本的修正草案。为了减少家庭暴力的悲剧，有关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空隙，调查立委提出几件修正草案。包括保护受害者人身的安全，做伙大爱児童青少年会当同齐发保护令，也有科技设备监控的可行性等等的议题。19早起展开维权委员会甲司法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电子监控，我们可以采取双向的制度，这是参考西班牙的经验，也就是当这个加害人接近被害人的时候，被害人会及时收到警示，他会知晓，可以进一步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即马科技进步，敢会当用监控的设备，互受害者若知影有危险，紧会走，加做大家讨论的焦点。有立委提案，伫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条增加电子保护令的定义，也有申请合法的方式等等，来降低搁再犯罪几率。所以我们目前呢，那么正在规划办理这个各国制度跟实施现况的一些分析比较，保护到这个被害人的最大权益，那么也避免侵害其自由隐私的情形。司法院原则是同意的哈，那么但是有下列几点的思考：人身自由、隐私以及行动自由的基本权的限制。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讲，为了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应该好好来处理。
另外，嘛有立委质疑讲，目前受害者申请保护令，嘛会使要求使用家庭暴力加害者的处遇计划，也就是讲，透过专业人员的介入，互加害者接受治疗、辅导甲教育。不过，真侪人拢唔知有这个项目。加强这个被害人如何知道保护自己，所以这些都是要在我们这个得知到有家暴通报的时候，提供这些 information 这些资讯给这个。立委黄国昌嘛质疑讲，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法前4月份就开始受到关注。前卫福部长邱泰源捌保证，半年内会提出修法。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目前的进度还在收集各方的意见，按算半年后会提出行政院颁布的修正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县政府昨有公布，有1万粒的文雅拓扑肠鸡卵走去新北市啊，经过稽查发现，讲有4600粒已经卖出去啊。外界就批评讲，这县政府的资讯拢拖刷刷。也那这中华县的卫生局强调，车站已经通知全国啊。另外，这文雅拓扑肠生蛋的负责人呢，昨获检方认定涉嫌犯涉案法，也个诈欺等罪嫌，以40万交保。新北市卫生局去店头稽查，看敢也有问题的卵。中华文雅拓扑肠的卵验到分普年超标，其中有50人1万粒的卵销去新北市新庄区6个行，甲一个姓陈的业者负责的卵行。了后，才阁卖互下底早顿店甲山溪等。车站卫生局回收5400粒，17已经伫咧中华县府销毁，另外4600粒已经卖出去，目前拢无查到有问题的卵，可能已经去互消费者食去啊。总共拦截27篮的鸡蛋已经全数的退回给上游，那剩余的23篮销售对象为早餐店、杂粮行以及散客。那本局也已经完成早餐店、杂粮行共9家业者的查核，那均未有问题的蛋品。中华县验到分普年的卵，这是国内头一个以追踪号码查出禁药的案例。外界批评这有问题的卵，毋但是销去台中，交易了后才公开有销去新北，资讯公开情形上慢。中华县卫生局讲，车站已经由中央下令全国都要专门甲文雅拓扑肠的卵落市，所以无需要一个一个说明。因为11月10号，卫福部就已经下令所有的蛋都要下架，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特别去说，因为没有必要再去说明任何的流向。过去都会有这个县市之间的互相通报，扩大稽查，就除了原本的文雅这个畜牧场所出来的蛋之外，如果又有新的这个检验出的结果的话，就会跟大家再说明公布。卫福部强调讲，目前文雅拓扑肠的卵是禁止卖的，这礼拜开始会扩大稽查洗选卵场，年底进前上少会阁抽查100件，主要锁定高风险的卵鸡场，若查到违规就会公布。另外，中华地检署在第2届传唤文雅拓扑肠这个姓陈的负责人，认定有涉嫌犯涉案法甲诈欺的罪嫌，以40万交保。检察官续查药品来源及鸡蛋流向，于18日传讯畜牧场负责人，认为违反食安法及诈欺罪嫌重大，于讯问完毕后交保新台币40万元。检方进前去文雅拓扑肠采集相关的证物，了解环境用的药仔甲饲料感受无妥当的所在，了后持续了解卵的流向甲过程，来理清案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卖衫裤细五业者，最近有找人来穿高雄路中的制服翕影片，替家己的店行销。却因为这影片的内容无妥当，加上学校有甲这制服申请商标权，业者无去甲学校申请，就摕去用。律师表示讲，这款的行为已经侵权了，学校即马也被提告啊。来兄弟挑战把乖乖牌女生变成坏女生。影片内底查甫人姓吴，伫高雄路中的门口找一个穿制服的学生，讲要做清查改造的挑战。因为影片的主题无妥当，放去网络随风喷。有真侪乡女的学生甲校友拢认为，这2人拢毋是乡女的学生，无经过学校的同意，就穿制服来翕影片，行销家己的衫裤店，实在真毋通。校长表示，因今年度已经有甲校名、制服衫拢注册商标，业者无申请同意就摕去用，已经正式报警提告。拍摄人没有经过学校同意，违反我们的商标注册，我们还会进一步针对内容我们也会提出我们学校应有的权利不是学生，然后还穿雄女的衣服，带有那种刻板印象的言论，就会觉得看了就会觉得很生气。校长表示，因过嘛捌发生相像的事件，为着要保护乡女传承百年的好名声，才会去注册商标权。外面的人若是要用，拢爱来甲学校申请水平用途。拍影片的业者无接电话，敢若伫网络回应解说。警方表示，学校18有来报案，已经受理调查。本分局依规定受理，并通知拍摄影片当事人无难到案。全案讯后已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未经高雄女中之同意而以高雄女中之制服拍摄有损校誉的影片，可能触犯商标法95条商标侵权的刑事责任，以及刑法314条诽谤罪。该解释我解释，你们要提告的，我也不担心你们提告。除了乡路以外，业者嘛用乡中的制服来翕影片，虽然业者有伫网络回应讲，伊只是一种创意的做法，无歹记。不过因为乡路有注册商标，律师讲业者无经过登记就提起用，有可能会违法。记者柯家族条用高永昌报道。台南和高雄有4个民众因为伫咧路台烧金，互警方依照社违法移送法办。落尾呢，法院是裁定无要罚钱。不过拜烧金却变做是案件，即款的情形引起民众讨论。环保局是回应讲，若总有民众检举，因会到现场稽查，若真正有违规的事实，才会罚钱。店家咧做生意，初二16伫门口顶下卡咧烧金纸，是常在咱看到的民间风俗。不过今年台南高雄出现事件，民众伫厝内阳台烧金纸，互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1款，伫公共场所也是厝的边仔烧物件，有危害安全的纪律，移送检议庭。烧金纸奉送法办也引起讨论。那我们也是烧一点点而已，没有几分钟而已，这样子。被罚钱，我也是觉得很冤枉啊，对啊，比环境污染更脏的更多啦，这个是民俗信仰，几乎每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啊，这样子啊。你慢慢画的话，你那个除非风很大，会飞到别的地方啊，不然应该不会啦。除非你像烧大量啊，那个烟才会或是那个灰。烧金是民间信仰的仪式之一，警方表示，若有人检举，警方就要到场。若确实有看到火无安全的防护等具体事情，得依法移送。无恐惊颠倒，互人质疑吃案。有律师表示，危害安全的纪律的判断空间真大，落尾拢会由法官裁决。那社会秩序维护法特别规范这样子的行为如果民众无故来焚烧相关金子，有造成危害安全之余的话，依法。警方是可以移送地方法院检议庭来让法官认定是不是确实有危害安全之余，进而做一个拘留或者是一个罚款的一个处分为民众如果检举的话，环保局仍会派员前往稽查。如果发现违规事实属实且情况严重，才会逕予开罚。听到互人检举这事件，后来法院全部拢裁定无罚钱。环保局回应，会去强化民众的防灾意识。嘛提醒民众烧金纸时阵，就要顾好安全，注意风势。也建议当甲金纸集中烧，以供代金，佮有线上祭拜等方式，嘛通减少空气污染发生。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陆军南洋地区指挥部有一个连长，今年3月做部队留守主管期间，有2届无请假，就走去营区外口买咖啡、买点心，落尾去互检举了后，宪兵队调监视器来看，甲这个连长移送法办。法院甲伊判1年4个月，也因为这个连长呢承认犯罪，落尾法官予伊假罪，也就要罚5万块。出去买一杯咖啡，甲一盘煎饺，所予人判刑。宜兰陆军南洋地区的指挥部有一位姓毕的上尉连长，予人检举伫今年3月担任部队留守主管时阵，2遍无请假就选出营区去买咖啡甲煎饺。伊所属的机步1连负责海军的大澳营区门口徛哨，有装部指挥车甲战斗车顶装备，定定参加战备侦巡、路车建造，也有搜索警戒等训练。伊3个迄当阵担任上尉连长，无请假出营区2点钟去买咖啡，同款无请假赛车去罗东夜市食煎饺，拢互监视器翕到。这个给他缓刑的最主要理由是因为这个被告犯后态度非常良好，完全坦诚犯行。宜兰宪兵队调监视器查到伊无请假。出营区经过法院审结，依照违反陆海空军宪法，判1年4个月。严格考虑到伊犯后态度良好，而且承认犯刑，予伊缓刑宣告。但是也是会付5万块予公课，案件也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这中国最近又有动作啊！那伫咧黄海进行实弹射击演练，也伫咧台海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外界就咧烦恼讲，这中国敢会伫咧台海、南海、黄海引起3海联动咧？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就批评，这中共是真正麻烦制造者。针对中国海警船遭到钓鱼台附近，郭立雄也强调，钓鱼台是应变范围，咱的国军会处理。
中国甲日本这军关系紧张，共军这军也伫咧黄海进行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也伫台海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外界认为是因应中日紧张情势，一个反制台美军售，对中共伫台海、南海、黄海拢有军事动作，形成三海联动。国防部长郭立雄19重申，中共是麻烦制造者，希望慢用武力解决问题。我想，中国应该要放弃所有以武力来解决事情的这种思维。对台湾来讲，动辄要以武力来并吞台湾，我想各国的这些理念相近的国家都会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态的严重。国军用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应对中共的威胁，也若中共这军伫台海进行的联合战备警巡，郭立雄判断有关是周期性作为。也若中国海警船侵了钓鱼台，你会关心咱是不是靠关伫钓鱼台附近的中共军机舰？钓鱼台周边的活动，或者是进入那个它有一些状况情况之下，确实都会进入我们的应变区，那我们都会加以来处置。所以还是会处理是吗？对，只要进入应变区，我们都会处置。中共继续军事扩张，建立3航舰的时代。第3代航舰福建号正式复建了，中共官方媒体央视第10月做对外大宣传，公布福建号第一遍海上实兵训练，包括歼15、歼35、空警600顶舰载机演练起降。也若福建号未来可能会部署伫南海，国防院学者李志尧讲，应该是要负责设定台湾海上补给线，对南方是正严重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前台积电的资深副总罗伟仁，进前呢，伊是走去美国晶片大厂 Intel 遐食头路，要风声讲伊退休进前呢，有甲2奈米 A16、A14等先进制程技术，即用业秘密早走。经济部长龚明鑫今日表示，这是牵涉到国安议题、整体产业利益，还有厂商损失等等。高检署呢已经主动分他治案，要来厘清讲伊敢有违法。恭请副总统为罗院士佩挂。副总统萧美琴亲身为退休的台积电资深副总罗伟仁颁授钢铁艺术勋章，并且进行修正，彰显对艺术的尊重。爱的兴起和运用呢，就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机会，来增进台湾百工百业的竞争力。捌做过台积电要职的罗伟仁，2004年加入台积电，带领团队突破技术的困境，伫全球得到超过1500项的专利。今年7月退休，9月得到钢铁艺术的公营，10月就转任美国晶片大厂英德尼。也传出伊伫退休进前，敢若甲2奈米 A16、A14这先进制程技术的应该秘密提走。经济部长龚明鑫19到立法院质询，立委关心政府掌握情况。伊讲，这个代志牵涉国安，也有整体产业利益，以及个别厂商损失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考虑暂停或者撤销他的工研院士身份？再来跟工研院讨论一下，导致委员提到，我们就来考虑。这个案件媒体有报，那高检署也分担侦办了。龚明鑫讲，等案情较明朗，会甲工研院讨论是不是要撤销罗伟仁的艺术公营。法务部长陈云谦是强调，高检署已经主动分他立案，调查是不是牵涉违反应该秘密法甲国安法。事实上，对着高科技，经济部有立管多项技术项目，像是14奈米以下制程的 IC 制造技术，也是精益级的封装技术、特殊材料甲设备技术，也有单晶微波积体电路技术。它整个组织有相当的韧性啊，我相信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跳槽造成关键性的影响。会比较在意的是说，如果是整个团队的话，啊，就会比较麻烦。那这个聘任有违反他跟当初跟台积电所签的这个约，那这个自然是由台积电自己啊，他们要去启动他的这个程序哈。对这技术设备案，国科会主任吴成文认为，台积电技术真难依靠个人就完整来复制，依然需要严防外泄。也那龚明鑫是强调，经济部去认定被提走的相关技术是不是符合国家关键技术，那台积电要提过经济部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冷空气影响，全台湾透早是拢冷叽叽，连江的南间干那11度8，也那新北的石门也只有12度4尔。气象署也提醒讲，阴暗到明仔载透早会搁再寒一届，各地头的低温可能是干那14度到18度尔。
北部民众厚衫、厚外套穿伫咧身躯，日手上强的冷空气到位。拜三透早全台上低温出现伫咧连江人感11.8度，新北石门嘛干那12.4度，真正是冷叽叽。根据气象署的资料，拜三天要光的时，北部、中部普遍低温伫咧14度至16度，南部华东地区嘛干那17度至18度。气象署提醒，拜三暗到拜四的天光会搁寒一阶。预计到了明天清晨，气温还是偏低哦，跟今天蛮类似。大部分的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15度左右的低温。不过到了明天的白天，跟今天相比，气温就会稍稍回升。气象署指出，拜四日是东北季风减弱，天气会一天比一天搁较回温，尤其是到拜六礼拜，各地高温有机会来到26度至27度，甚至南部地区会来到30度。不过要注意的是，各地半暝和天光拢干那10几度尔尔，早晚温差会差真大。那接下来回温的话，会一天比一天逐日的回升。那整体来说，预计大概到周末这段期间我们看到在北台湾以及在西半部地区的话，大概白天高温可能在26到30度之间。今仔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三北部、东半部地区会开始有短阵雨，不过整体水汽有豆豆减少，袂像前几天安尼直直落雨，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今仔中南部同款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天气反冷，中华分园有一个国小老师昨早起带学生做伙运动，慢跑了后可能是运动伤过加熊心肌塌昏倒在地，加在证人有甲抢救救倒转来。医生也提醒讲，这天气若准变冷要去运动，就要先活动筋骨，暖身一下，也就要加啉寡水。穿黑衫这个老师，昨暝早起8点外带学生走运动场，结束了后徛咧开讲，错熊倒向下。当场无喘气、无心跳，代志发生伫咧中华分园国小。迄当阵学生随通报学校的护理师甲教职员，持续改做 CPR、AED 电击，听候救护车到位。现场小朋友马上通知我们的护理师还有教职同仁，那我们就马上分工合作进行 CPR、AED 的急救，还有通知救护车到场。那后送途中，我们建立输液及血糖检测，制作心电图，给予线上指导医师判读，后送彰化基督教医院。学校的师生到抢救，结果由消防员接手，了后送中华基督教病院。到病院的时阵，分别指数是9，确定是心脏塌气了后，随做心导管的手术，放心脏镜啊。目前已经恢复意识，生命现象稳定，要伫家护病房。目前意识清楚，生命真相也稳定，然后也有及时做心导管的手术，放了支架。非常感谢就是校方他们第一时间的处置。台北季风持续影响，中华县昨暝这一天，就发生3件到病院进前无喘气、无心跳的事件。气象署讲，19透早北部上低温干那12.4度，中部13度，南部15.5度。医师提醒，气温熊降低，若要运动，就要先暖身甲补充水分。运动的话，一开始应该要先有至少10到15分钟的暖身运动，避免一开始就做过于激烈的运动。再来就是冬天的时候，通常人可能会忽略水分的补充啦。另外，高血压甲心脏病拢是高危险的族群。若出门头壳甲颔骨都要保护小。若是胸坎杂杂、胸坎会痛、数据无力等等，都要赶紧去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对今年7月开始推出着敬老爱心号志，市民摕敬老卡或者是爱心卡过车路的时阵，路卡即过路人的车顶就当延长10秒。市政府表示，讲已经试办3个月啊，逐工拢有人使用，会哪做哪来调整政策。提出敬老卡来感应机台变青灯，这毋是要坐公车，斟酌看感应的所在，就伫咧十字路口的青灯下卡。比青灯啊，过路人较紧行。原来这感应卡的功能是新北市政府对今年7月开始试办的敬老爱心号志。这边摕敬老卡是爱心卡感应了后，后摆过车路，青灯就会延长10秒。不错啊，增加10秒可以让老人家可以过得比较多时间，才不会在路上卡住，让年纪大的走路会慢一点。真侪民众对这拢是正面的看法。这个爱心号志是全国首创的，选伫外医疗院所的路口。新北市政府嘛统计，目前逐工拢有民众感应使用，数据持续在收集。为避免一般民众频繁触控号志，
同时兼顾周边的车流顺畅。目前敬老爱心号志只提供高龄者以及身心障碍的民众来感应，是否也会持续观察民众的使用情形，滚动调整。另外，伫家己有市议员点出讲，破爱路中兴路口路收看，阁无显示秒数，真侪过路人行到一半拢掉伫路中，方叫做是上歹过的车路。事实上，市顶的秒数无够的问题，就连首都台北市一寡路口，拢捌红点名是上无优先的斑马线。台北市成功桥下的潭美街这个行人绿灯呢，平日白天秒数是11秒，实测成人通过其实是刚刚好的。不过如果今天是老人小孩要通过，可能就会有困难。今次全台湾拢需要亲像这种敬老爱心号志的功能。台北市高公处解说讲，伫107年的时阵，就有相关示范计划，伫平宜和公园的4颗地设置25个所在，有过路人kap动延长秒数。我们觉得是往错误的方向。是因为它等于要行人自我保护，是斑马线过长或者是秒数过短的情况下，他们会从工程面着手，比如说道路受损。交通团队认为讲，车行顶秒数的长短爱看当地交通和路况，和地方政府确实估算。另外，嘛应该对交通工程来改善无方便的所在，对根本来解决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洪洪台来的时阵呢，这居然受到大水甲大雨的吞打。目前除了地方补助一班，中央也宣布照饮水的管道损失的状况，甲这救助分做3级，上济会当领到10万块的救助金。不过，所有点也认为讲，安怎来认定，和前线人员真为难。侪民众19早起来到临时塘仔口，要申请补助，洪台省长宜兰有几内所在因大水，地方补助1万协助灾民。即马中央嘛加度分3级救助，上悬会当领10万块。好，安尼好啦。我规头拢淹好咧，阮楼骹拢淹。汽车走无哩啦，内面共款一楼拢共款物件损失好啦。损失了我看是要上少爱到60-70万。中央的救助方案有明确分级。照徛过饮水的管道，敢有财务损失来定出救助的金额，像上悬的10万块，爱符合饮水100公分以上，各有财务损失的状况，由地方政府和乡镇市公所来照实际认定。那个发票应该都是淹了啊，怎么可能会留着？怎么说财损证明？一站就是我到尾到2楼，讲叫我摕竹啊，我都无竹啊，我讲啊无用扫帚拧，是安怎拧？安怎判断饮水管道财产损失？安怎认定？那民众无奈，相关的勘查嘛真恶处理。他们在外面都有碰到一些就是认定上的问题，民众很快的就把，因为要让家里恢复其实都已经弄得那种精力表，甚至有些装潢也都拆掉。饮水特别严重的苏澳镇镇长讲，地方甲中央的各项补助，依然无法度弥补灾民的损失，呼吁爱扩大救助的金额，让灾民得到更加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伫彰化，搁再发生石虎货车肇事案件。10月早起呢，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接到民众通报，讲伫彰化河美交流道附近的车路发现有石虎死亡。保育协会表示，讲呢，2001年到今，这附近已经发生8起教死石虎案件。那彰化县政府是讲，采购失败提醒驾驶，未来邀请专家学者讨论讲，敢是要增加相关的防护设施。石虎摕伫路边已经明显死亡。10月早起，有民众伫彰化河美交流道附近的车路发现有石虎货车弄死，遂通报台湾石虎保育协会。保育人员表示，石虎的尸体边啊，还有一只鸟鼠，研判这只石虎可能是伫农田掠鸟鼠食，然后过车路的时不幸互车弄着。这是讲是一只细只石虎，甲另外一只是鸟鼠啦。去现场看的时阵，官府已经把迄个主要尸体已经接走啊。这摆发现到石虎的尸体的位置是较往南边一点点啊，离交流道比以早发现的所在小可远一点点啊。保育协会表示，河美交流道附近有乌溪的水源，加上石虎会伫即带农田掠鸟鼠食，遮已经有稳定的石虎族群咧生态。但是，这个所在为2021年有记录以来，已经发生8件的石虎落杀。另外，伫今年9月，也佫出现彰化头一例石虎互狗驾驶的事件。
OK 活动的就好，就会走的稻田区遐活动，所以你穿越迄个和美交流道附近的体外变道的时阵，就有机会互车弄到。这几年来看，应该是中华较严重的一个所在了。我们后续会邀请专家学者，然后道路的主管机关呢，就该地进行现勘，然后会依照专家学者的建议下去做后续的改善。保育协会指出，这边流浪狗真多，加上中华河美趟台中的河美大桥长历时间，未来若通车对石虎的威胁会愈大，建议地方政府就要加做监测甲统计，掌握这搭石虎的生活范围。官府是回应讲，未来会邀请专家学者来会勘，讨论敢要增加相关的防护措施。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各地头定定拢伫咧搬歌仔戏，看歌仔戏已经变作是全民运动啊！这台北市的艺文推广处，逐年拢会举办汇演，今年有邀请14团的歌仔戏剧团，连续14天，伫咧台北的大龙浜保安宫和上山车头头前演出，唔但免费，佫会当对于这戏文内面体会到歌仔戏音乐抑个台语的水。做安尼啊，那有可能台语啊，有可能是你的观众伤过严格。规项戏剧团当日排演歌戏《杀猪婆》，这出戏过去是禁戏，因为内面的剧情是咧讲老母讨客兄抬囝的故事。但是即马社会变迁，甲杀猪婆搬上舞台，是希望发挥抗势作用。看法无共款，变做囡仔的心思嘛无共款，所以这就爱看在囡仔甲父母安那教育，唔是讲哦话变就变，也是讲看到什么电影就变歹，唔是。歌戏是咧教人忠孝节义。阮会做这出戏是希望讲要教一寡囡仔，啊甲辅导人家，就是讲对爱爱坚持。因为杀猪婆都无亲像小段安尼爱轻声细语啊，吼，啊遐尔溜。杀猪婆就是讨客兄的查某嘛，抬囝的查某，就是恶毒的查某，心肝胸的查某。啊，所以我演这个角色，我就感觉真自然，像咧做家己的个性同款。为了推广台湾传统歌戏，台北市艺文推广处逐年拢会举办歌戏汇演。今年邀请14团歌戏团伫大龙浜保安宫和上山火车头表演，让民众免费来看戏。拜三暗要表演的是飞鸿剧团，团长讲希望透过演出的机会，产生后一代模仿歌戏戏团。我是要看这个囡仔，看这个剧校的学生。因为即摆最少学生拢毕业了，就无想要做，我感觉足无彩，我一定要诱学生出来做。今年台北市歌戏关幕汇演对11月14到27，逐天拢有演2礼拜。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汇演来保存歌戏文化，也希望让观众有敢若回去到过去，坐伫庙埕看歌戏的感受。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厄瓜多会亚基国际诗歌节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的诗歌节，到今已经办18年啊。顶礼拜伫咧厄瓜多举办，今年台湾有2位诗人阿蒙和张丰珠受邀请去遐参加，应用台湾的宝语，也就是这台语和客语念家己的作品，伫国际舞台顶头，互世界来认捌台湾。啊，你食鱼时会想起妈妈。自读到阿美的诗，我食鱼嘛想到妈妈。台湾诗人阿蒙用台语来念伊创作的花旗诗，这首诗是今年拄摕到台湾文学奖的作品，叫做《食鱼》。这届伊受邀参加第18届厄瓜多的国际歌诗节。虽然伊用花旗写诗，不过伊伫咧国际舞台顶，伊选择用母语台语来念诗。I wrote this poem.In our official language, that's Chinese. But today, I like to read in my mother tongue, Taiwanese. 这首诗咧讲的是伊伫咧花莲太平洋的故事，原本是花旗创作，但是是讲故乡的代志，所以伊才会想要用台语来念给南美洲的人听。为什么想要用台语来念这首咧？因为我的故乡伫咧花莲，对细汉开始我都唔知食偌济。太平洋的鱼，啊，拢是对海底安尼拄啊掠起来上青的鱼，所以应该用我的母语来念，才
有够滋味。今年瓜亚基国际歌诗节，拢总有10个国家、70位的诗人参加。全亚洲就敢若2位诗人受邀参加，这2位拢是台湾人，一位是阿芒，另外一位就是客家诗人周芳竹。因2个人拢用家己的母语，互世界识识台湾。要上台去迄落朗诵的时阵，主持人就会讲台湾，台湾。我听到台湾就感觉。很开心，最感动的都是台湾人听到啊。阿芒讲，这是伊第一届伫咧国际上公开场合，用台语来朗读家己的诗。即马伊也当咧甲母语捡回来，希望未来有机会出台语的诗集，用台语写出来，心内感动。记者戴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参众两院10倍正罕见快速通过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所落来会交予总统川来签署。川当天咧伫咧北京接待沙烏地阿拉伯王储沙尼班 ，ABC 记者也问到这阵性犯罪案，指出川当场是气噗噗，也威胁记者讲要撤销 ABC 的营业执照。美国众议院10倍以427比1压倒性票数通过爱普斯坦档案透明法案。参议院暗头仔也无意义通过，两院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史金斯。伊反对的理由是法案违背美国250年刑事司法程序，真侪被害人甲证人的个人资料会向公布，无辜的人可能会受伤害。众议监督甲政府改革委员会伫顶礼拜所公布的2万页的文件，公开爱普斯坦甲国际间侪位政商领袖、皇室贵族中间往来资料。川普的名也有侪摆互讲到，引起美国媒体连日来一直追问。10倍伊伫北京接待到访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储沙尔曼，伊阁互 ABC 记者追问，维安线无直接公布这种性犯罪案件详情。川普真生气，大骂记者，威胁讲要撤销 ABC 的营业执照，并且把这镜头转向民主党，讲前总统克林顿也告前财政部长桑莫斯，这是甲爱普斯坦往来密切的人，毋是伊。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Jeffrey Epstein. I threw him out of my club many years ago because I thought he was a sick pervert. But I guess I turned out to be right. But you know who does have? Bill Clinton, Larry Summers, who ran Harvard, was with him every single night, every single weekend. 川普进前就已经下令司法部甲联邦调查局就伊所讲的这涉案的民主党人士来展开调查。最新公布的电子邮件内容显示，1999年到2001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做过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会议主席；2001年到2006年做过哈佛大学的校长，一直以来伫经济政策真有影响力。将伫哈佛教册桑莫斯甲爱普斯坦有6年的私人往来，甚至是伫伊方定罪了后，依然甲伊保持联络。哈佛的校刊17所发布的新闻公开，2个人私底下立查某囡仔，也个批评降低女性的言论甲行為了後，伫學校甲學界引發真大震撼。He's obviously in the spotlight right now, so it's a good idea to step back a little bit. But I don't think this is gonna help his image. I don't think he can recover from this. 桑莫斯迄天对外发布声明，讲感覺真見笑，講要提出公共事務。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日本九州的大分縣10倍暗頭發生火災，本地市當人家厝遭火燒，卻因為風正頭燒到附近的徛街和牆欄，有170多棟厝燒起，上鋪有1個人死亡，加在家中道火勢有控制落來。另外，南美洲的玻利維亞聖克羅斯省呢，落6點鐘的大水雨造成水崩山，當地一搭有8成的厝攏毀掉，上鋪有6個人失蹤。日本九州大分縣有名的做河關漁港，10月下晡5點45分發生一個火燒厝的案件。無想到當地迄當陣當咧靠達秒5公尺的透風，火勢一燒起來就停袂落來，拖到附近的厝和牆欄，甚至正頭的西北風，佫甲火烤到飛過海峽，互已經離1公里外的無人島嘛對咧呈現。到半暝，規片地區已經全面攏着火，至少有170棟建築攏紅燒甲密密麻麻，真濟人根本就袂赴摕貴重的物件，性命較要緊，人較緊先走出來。消防車の音で何台も何台も車で、いや何かなと思って2階の窓から見たらもうすごい燃え上がっちゃってたんで。因为火勢實在傷猛，至少有110戶、170個居民暫時互安置去附近的公民館來過暝避難。但是因為真濟厝攏燒甲真嚴重，當地政府嘛開始思考講，要安怎來登記安置受災的居民。
かなり心配ですね。やっぱ知ってる人たちもおるから。当地车道真矮，连轿车拢真歹行，搁免讲消防车，互拍火的难度大大增加。今暝过去到19早起8点，火势嘛是还未完全拍花，但是炭烧的面积已经高达48700平方公尺。当地政府只好启动灾害救助法，请求着上自卫队支援救灾。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21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5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